新宿呢間拉麵店，我覺得至少要嚟試一次。未開門已經開始排隊，入到去係一間細細間嘅拉麵店。根據店員嘅推薦，我哋叫咗2碗拉麵同2碗飯。第一款係特上鹽拉麵配隻燒叉燒當，湯底用咗九州紅本、地雞天草大黃做底，飲落比較清，有淡淡雞香味，唔會太重口味。麵條係幼身麵，同平時食開嘅粗麵感覺好唔同，幾有特色。叉燒當就相對普通咗啲。第二款係凍粟米拉麵配芝士燴飯，呢碗我反而幾中意，湯底有少少濃湯 feel， 入口比較 creamy， 又唔會太膩。蛋黃芝士燴飯有少少苦澀味，但係可以接受嘅。雖然我唔知咁食啱唔啱，但我最後倒咗啲拉麵湯落碗飯度，反而覺得更加好食。店鋪資料會放喺留言區，有興趣嘅話就記得 save 低啦。